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来教大家训练的阿水先生。今日要来教大家的是引法训练。今天呢，我爱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来到电视机前面，听顿先生看下来运动哦。在主要运动之前呢，我等我来先做一些本身体热起来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准备一种凳呢。好，模拟呢哦，要稳定的等的哦。一只脚呢，让上去。好，我7条臀脚母足要一次线哦。好，手呢不用7条方，师傅送到后背去，脚板翘起来。好，这个时间哦，跳起，好，缩起，跳起，嘿，挺好，慢慢来做。臀后背也要紧条绑回来，挺好。尽量背囊我绑出来哦，再来。好，我们另外一只脚。用让上去，好，手板呢7条方，脚板翘起来，师傅送到后背去，慢慢来做。我记得跳起哦，嘿，挺好。背囊绑出来哦，好，莫按你不背哦，绑出来，嘿。加油哦！翘起来，送到后背去。我记得背囊放出来哦。好，慢慢放下来。现在问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呢，一只手扶蹲凳的，另外一只手呢。绑顿7条下背，好，放松来，慢慢的放下去，莫蹲起来哦，再停1摆，好，缩起，跳起，挺好，要稳定哦，训练平衡感，挺好，好，来问另外一只脚。同样绑起来，好，莫蹲起来哦。挺好，慢慢来做。我记得缩起臀跳起哦。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压入基本的热身的动作。好，做运动呢，首先准备凳呢。好，一只手用板凳凳的，好，右脚拿回来哦，7条18慢慢拍，好，左脚呢压放起来，好，7条臀脚趾弓要一条线哦，好，转到落背去，放下来，再转过来，好，停1摆，再转过来，保持跳起臀缩起哦。慢慢来做，唔怕，莫丢紧。我们做差不多8下。身体要稳定好了哦，身体要绑出来，好，莫按你咬哦，莫摇来摇去哦。慢慢来做。那个时间呢，我习惯顺延，扭那一些，习惯扭那一些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泡个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下个。好，做停1摆哦。好，同样绑好来。好，然后来，转到落背去，再慢慢的放下来，再绕倒转来，
哎，慢慢的做，深呼，哎，吸气，呼气，哎，深呼，慢慢的做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我18顺利的哦。哎，喝牛奶哦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泡泡个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下下个。好，问另外一片。同样做出板凳等的，问右脚的哦。慢慢的压放下来。好，转到落背去，再慢慢变下来。要记得咯，身体要稳定落哦，莫摇来摇去哦。哎，吸气，呼气，慢慢来做，要起好来哦，起稳来哦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泡泡个。好，喵喵啊，下下个。好，成功啊。好，来做天200。然后来，加油哦！哎，请好。哎。这个时间有18顺利，按原来哦。哎，迄可以可以压高高一些，迄轻软的可以大一些，唔怕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一样泡泡个。好，接下去咧，动作会先朝等的方。朝过前面一些，好，朝过前面一些。啊，手呢，用个肩膀压片来，好，身体呢一些恰恰哦，好，用脚的力量出力，用脚末身体出去哦，哎，你来一些，好，你来一些，好，出力让下来，起放起来，好，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哦，师傅嘟到等的时间再放起来。哎，3，哎，我绑起来哦，莫不背哦，加油哦！哎，辛苦哦，用人做8下到4下都好诶。啊，这条注意哦，莫安尼夹起来哦，打开来，好，从脚趾公向用的方向。好，喺程度够好的人啊，即简单的话可以起到等的后背来，用手板凳来，好，用手扶蹲的方式，扶下去，好，再起放起来，扶下去，起放起来，记得咯，不能绑出来，爱是把恰恰哦，莫安尼次都会把刀哦，好，恰恰，再放起来，哎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可以停一下，吸气，呼气，哎，辛苦哦，加油哦，我18年的哦，好，吸气，呼气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慢慢啊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泡泡个。好，等下来做天100哦。好，一样手扶蹲等的。好，扶下去，再放起来。7条弯弯哦，
莫，那好来莫安尼翘起来哦，那好来。请好哦，加油哦！慢慢来做，莫着紧。开始让你发可以一些就好诶，莫太大唔怕。好，加油哦，请好哦。注意一下，好，今日教动作，大家有好不的冇？请加入团队欣赏来学新的动作咯。做运动呢，首先要先准备等呢。好，用右手扶住等呢，右脚呢。我拿回来哦，我翘起来，莫安尼，翘起来，好，右脚的协调呢，慢慢的扶下去，好，莫拄到腿来哦，再起放起来，好，再扶下去，起放起来，好，下去直接缩起，松了直接跳起，好，身体可以一起恰恰，好，再放出来。好，莫安尼扶背哦，下去，松落，你下去是调个痛的话，你莫下去太大，安尼就好诶，就放起来，慢慢来做哦，加油哦，我是把顺眼哦，放牛奶哦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。休息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用泡泡卡，休息一下，好，稳，做数板凳等内，好，好稳脚嘅哦，好，用扶下去，再起放起来，慢慢嚟做哦。稳定好来哦，莫让安尼变安尼会放倒哦。请好，加油哦！下一时间缩起，放起来时间跳起，慢慢来做。请好，加油哦！开始顺眼的冇，公园那一些都哈。请好哦，注意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再来稳片，迄种顺眼的法吼，给用只脚的可以再莫按快，好试一试，可以再放起来。里面可以哦，慢慢来做。前面脚拿回来哦，缩起，跳起，加油哦！请好，喝牛奶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好，泡泡干。再稳片，可以。前面再给我拿回来哦。请好。还有哦。新人嚟嗬，講完啦哦，加油加油！
好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呢？好，接下来，坐到等下方，脚呢会顺起来一些咯。好，手撑起来，脚，安尼，慢慢来上来。好，另外呢脚难度哦，慢慢来做，我是把准正常的哦，慢慢来做哦，加油哦！停一下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好，停一下，慢慢的下来，差不多做4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迄样感觉讲要特简单的话，可以起到好不来。用，好，扶正等的，好，升上来。这个是下来时，都冇对到体内哦。再放起来，按个身体要稳定来哦。好，腰骨冇安尼，慢慢的上去，停一下，再慢慢的下来。上去，跳起，慢慢的做，做轻正确的吧，应该会有时把算进来哦。加油哦！辛苦哦。好，休息一下 ，OK。好，彤彤啊，慢慢啊，好，泡泡啊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彤彤啊，你个轻顺软的话，可以操作做，可以发入起顿的，好，来哦，开始了哦。放起来，慢慢的下去，好，冇嘟起来哦，再放起来，慢慢的下去，身体要放出来哦，辛苦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停一下，再慢慢的下去，就难度是把顺着的哦。讲有耐心咯。好，再一下，好，好用，不过休息一下，好。运动之后呢，我来做一些让身体变较强壮的动作哦。来，更加呢，首先，好，等你准备好了，右手板凳等的，好，左脚呢绕过去右边，会拿好来哦。左手呢慢慢的伸上去，好，弯去右边，缩去，跳去。慢慢来做哦，迄感觉讲个背呢有会放出来感觉，缩起，跳起，也偏会停差不多10秒。按个数吼，迄无法度放出来吧，可以慢一些唔怕，慢慢来做，缩起，跳起，好，慢慢倒转来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好，彤彤啊，好，彤彤啊，好，停一摆哦，向用板凳来，绕过去，拿好来，手慢慢的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慢慢来做哦，我是把狠安尼唔怕，安尼正常的。辛苦哦，好，慢慢过来，好，稳片，用左手板凳来，好，右脚绕过去左片，手拿放起来，
伸双膝，吸气，吐气。4秒钟哦。讲牛奶哦，我是把狠狠哦。今后你的书会帮我们吃的话，可以一起慢慢拍，可以做到如何？好，慢慢过来。好，彤彤啊，准备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还能再做第2摆哦。好了，一样右脚，拿过去，拿好来哦，手伸上去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喝牛奶哦，听好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慢慢过来。今日搞的运动，大家有好唔好？记得明日要停顿先生，强下来运动哦，安尼个身体同精神，那会愈来愈好。听通，我哋下次见。